各位同學啦，呢度有一本就係叫做誰說Engineering 是水泡啦。咁當時咧就係我哋40幾個同學仔啦，即係畢業嘅同學仔，咁就代表學校亦都想去介紹一下工程嘅學生畢業係會做啲乜嘢？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喺科大啦，我哋嗰時讀書啦，咁好少人就會揀一啲工程嘅科目。咁其實工程本身最緊要，我先都講過啦，最緊要係自己嘅興趣啦。咁喺興趣裏邊點樣培養？咁亦都每個畢業嘅同學，咁亦都佢自己有講佢自己個興趣同埋個歷史咯。咁我覺得喺呢度可以分享俾各位同學睇下，有興趣。咁其實我就嗰陣時都係第一身本身自己喺HECO 飛機維修組啦。咁嗰陣時都介紹咗，其實最主要就係飛機維修就好似一個醫生咁樣啦。頭先我講過啦，佢要嚟定期嚟探病啦，嚟睇我哋飛機維修 HECO 呢度啦。咁我哋有責任就有持牌嘅工程師去檢測佢啦。咁希望最主要就係話個飛機係一個符合適航嘅情況之下繼續飛，令到每一個乘客都有個最舒適嘅一個嘅飛行嘅感覺咯。咁所以喺我哋工程其實係默默耕耘啊，有陣時未必係第一眼大家會見到，咁但係其實係飛機維修就係喺後邊咁做。